家好，今日呢度係馬鞍山新港城。今日大家分享一單水喉嘅更換工程。咁就呢度咧，由水表開始呢個係我哋嘅單位，由水表開始一路更換新喉。咁由公眾嘅升降機大堂經過假天花，一路換到入屋入邊呢個屋苑咧就行天花嘅咁就個別屋苑咧，有啲屋苑係行天花，有啲屋苑咧就要行地下嘅咁呢個視乎咩啦咁凡係呢啲咁嘅公眾位置咧你嗰個水喉嗰個路徑咧，就需要同呢個大廈管理處就有磋商咗先至可以做嘅即係個路徑點行就算行天花地下都係咁樣噶啦因為最好就同管理處磋商咗個路徑先至好做喺個假天花一路就經過呢度入返單位，翻入嚟呢個廚房，廚房再經過廚房個假天花入邊，就再出翻外牆因為呢個單位比較方便啲喉行晒外牆，咁水掣嗰啲通通都係做翻喺外牆啦。呢度一翻落嚟落翻個水掣，咁又係啦，一喺單位個外牆行翻晒啲喉喺呢個近住窗口位落翻一個水掣啦方便開閂。跟住然之後就俾翻呢度篤翻入去，俾翻星盤，廚房嘅星盤啦。呢度就係廚房隔離黐住個浴室咁就派翻俾熱水爐啦。咁洗手盆櫃又經呢度入翻去咁啲喉行晒外牆咁就可以方便好多啦，即係唔使搞咁多嘢啦咁同埋鹹水啦，鹹水都係改過近窗邊加翻一個總掣方便第日自己單位進行維修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去管理處申請停鹹水啦咁但係呢個鹹水加翻嘅掣咧，都係需要呢啲咁嘅外牆位置嘅設施。如果需要做呢個鹹水掣咧都係需要同大廈管理處申請嘅得到批准先可以做嘅你望下其他單位嗰啲都有噶啦，咁管理處唔反對你先可以做如果唔係咧你做未得到管理處同意咧，咁就第日有還原，即係做咗要還原嗰個機會喺度。咁就做完咗之後咧，啲喉身油翻油啦啲過牆窿補翻晒啦啲過牆窿補翻晒油漆喉身亦都接駁位亦都係油翻漆油保護翻佢。點解話做完要用油漆？即係最好嗰啲接駁位油翻保護翻佢。呢啲就係拆出嚟嘅舊喉。如果你唔油咧呢啲喉嗰個焊接位咧有機會起晒啲我哋所謂叫做銅鑼
即係其實係銅嗰個鏽跡嚟，咁就一嚟個外觀唔好睇啦嚇，二嚟對個喉本身都係即係加速佢嘅氧化嚇，咁啊都唔太好嘅。咁啊盡可能做完都揾啲用啲漆油油翻佢嚇，保護翻佢咧。咁就櫃籠啦，櫃籠外牆入翻嚟，咁啊經過就派翻晒原本有嘅電器啦嚇，星盤啊、洗衣機嚇。咁由於櫃籠嘅位置咧就唔好做啦嚇，咁呢啲位咧亦都即係用明火用燒焊燒石個方式去接駁咧，就比較即係有個難處理啊。咁櫃籠咧我就用呢啲咁嘅推插配件啊，推插式嘅配件，咁就方便操作啊。咁佢就開好之後咧，一插入去就自動咬實㗎啦，啊，方便好多啊。咁亦都係啦嚇，呢啲位外牆入翻嚟，咁就俾翻晒所有原本有嘅要用水嘅地方，星盤啦。鹹水都係做咗㗎，都係新做嘅。排掣啦，咁廚房個星盤啦。咁外牆後啲手水掣盡量喺個窗邊手可以摸到嘅位置啦。呢個窗口就喺呢邊開啦，鹹水掣呢一個。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多謝各位。